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。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射手座對金牛座。火象嘅射手自由奔放，土象嘅金牛沉穩踏實。當衝勁遇上堅持，佢哋究竟可唔可以走出突破呢？喺愛情世界入面，到底兩個步伐唔同嘅人有冇機會走喺同一條路上呢？匹配度63分。射手一向中意向前衝，會用熱度、約會同信息嚟證明自己好在乎。金牛對感情就特別謹慎，每一步都會考慮呢段關係值唔值得投入。初期嘅火花可以好強，一個享受追逐嘅暢快，一個就享受被選擇嘅安全感。但時間一拉長，問題就會浮現。射手好怕被人束綁，開始想留返多啲空間。金牛就驚被放低，反而更加想捉緊承諾。好多時佢哋唔係冇感情，而係承受唔到對方嘅步伐。呢段關係往往充滿住回憶，但係就好難成為兩個人心目中最安穩嘅選擇啦。喺友情相處入面，外向嘅人同慢熱嘅人，究竟可唔可以建立到真正嘅友誼呢？投契度64分。射手交朋友一向迅速，講幾句笑話，分享兩個故事，就已經可以拉近距離。金牛就比較慢熱，需要時間去觀察同埋熟悉，之後先會真正放低防備。相處耐咗之後，差異就會開始浮現。射手習慣臨時即興，比較隨性；金牛就偏好提前安排，要有心理準備。射手會覺得對方太慢、太保守，金牛就會覺得射手太急、太跳躍。佢哋唔係夾唔嚟，只不過節奏好難自然同行。關係要保持友善其實唔難，但要成為彼此嘅深交，往往喺距離拉近之前就已經力不從心啦。喺職場合作入面，一個講求速度，一個追求穩定，佢哋可唔可以做到互補嘅效果呢？合作度62分。射手做嘢講求彈性，一有靈感就想即刻轉方向。金牛就會跟足步驟做嘢，唔會輕易改動原本嘅計劃。合作初期，大家都會覺得幾有新鮮感。射手會欣賞對方嘅穩重可靠，金牛亦都佩服射手嘅應變能力。但真正落手做嘢嗰陣，問題就會慢慢浮現。射手嫌流程太慢，規範太多，金牛就頂唔順反覆嘅改動，臨時嘅加碼。兩個人嘅合作，與其話係互補，不如話係偏向互相牽制。射手想向外拓展，金牛就想先穩住基本盤。分工愈多，落差就愈明顯。喺呢段職場關係入面，合作本身唔係問題，但要長期並肩同行，往往就輸喺理念上嘅唔一致啦。當衝勁十足，遇上耐力無限，射手對金牛，邊個可以喺拉鋸之中佔到上風呢？競爭百分比49對51，金牛僅勝。射手嘅競爭方式比較直接，經常都係靠一股衝勁，想盡快將差距拉開。一旦冇辦法喺短時間內定勝負，佢嘅耐性就好容易被消磨。相反，金牛嘅步調並唔算快，但係就可以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強度。喺反覆推進同守住位置之間，就慢慢將對方嘅氣勢削弱。呢場競爭嘅分水嶺，並唔在於邊個夠膽衝，而係邊個捱得耐。當戰線被拉長，射手嘅熱度往往會率先減退，而正喺呢一刻，就係金牛開始取得優勢嘅時候啦。射手對金牛嘅總結：射手同金牛嘅相處，由一開始就建立喺兩種完全唔同嘅生活節奏上。一個追求向前推進嘅速度，一個重視可唔可以穩穩咁企喺自己嘅位置。喺感情嘅世界入面，佢哋容易被對方吸引，但亦都好快會感受到壓力。喺友情同合作之中，相處其實唔難，但深入度就始終有限。唔係冇好感，而係好多時行下就會發現大家嘅方向其實並唔一致。呢組配對嘅關鍵，從來都唔在於邊個比較努力，而係大家對長遠嘅理解唔同。射手睇重嘅係可唔可以持續前進，金牛在意嘅往往係可唔可以守住既定嘅位置。所以呢段關係往往會留低唔少過程同經歷，但係就未必可以好自然咁走到同一個終點。佢哋唔係唔夾，而係大家前進嘅方向根本就唔同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